首先進場嘅係南方拳手，佢代表 Badger 嘅紀思樂。紅方選手代表 Versus 正文。嗱，呢一場兩邊經驗都係相當好喎。係啊，紀思樂就喺呢一年裏邊啦，咪即係舊年啦，其實已經由 B 級咧，由 B 組咧就已經係轉咗變成 A 組嘅拳手嚟㗎啦，經驗都真係累積咗好多㗎啦。咁啊近期咧係過咗去泰國就操拳同埋比賽嘅，咁啊今次真係翻嚟香港嘅第一場香港嘅比賽，相當有信心啊！睇個樣都係。啱啱打完 Fantasy Fight。好，第一回合開始啦。好啦，比賽開始。好易認嘅啫，有紋身嘅吳正文啊，冇紋身嘅紀思樂。紀思樂一開始就踢好多低掃，佢啲腳都幾快啊！幾快啊佢正文就好做咗前撐或者做咗低掃之後即刻退嘅。保護處一路睇 timing 慢慢埋去打。但係咧啱啱兩個做咗個左勾拳都係唔中嘅。大家都做咗個低掃，紀思樂中掃，吳正文又中掃，紀思樂又再中掃，好快啊兩個都。右手 body 右低掃，上腳控制住個距離。吳正文暫時都未係打到啲咩有效嘅攻擊，因為都未入到戰鬥距離。啱啱咪箍頸呢下，兩個係做唔到拍側動作㗎，咁啊拳證需要兩個分開。繼續上腳控制住個距離，斬低掃，有拳添。中頭㗎呢下。低掃。哇！勾拳加中掃。吳正文啲拳啲殺傷力都係比較高啊！兩個頭都中咗招㗎。紀思樂啱啱高掃再低掃，控制翻個距離上腳，腳斬，一閃左手勾拳 counter， 右腳貼翻開攞翻個距離，又低掃，試一試冇事，冇事嘅，試一試腳啫，拗個鼻，斬貼控制距離，正文話佢打拳，但係唔係話好有效。玩翻下高數，press my kick， 右掃包入到正文呢下接退再打，紀思樂都劈一劈頭啊，擰一擰頭啊！吳正文低掃啊，好有力啊！紀思樂低掃，再右勾拳。又走翻出嚟，都打得，左掃，控制住，包住，右上，作爭啊！第一回合到尾聲啦。
啊，第一回合就打完咗啦，咁啊形勢好接近啊。第一回合打完啦。阿紀斯洛咧個技術係好靈活啊，控制個距離好好，同埋佢踢啲腳咧好快，其實喺現場睇。同埋咧，佢一褪到去繩邊咧，佢又會上住一隻腳控制距離啊，人哋一喐咧，佢又會貼啊，之後再去做逼啊、踢腳啊各方面。吳正文咧就一路包頭逼埋去打嘅，不過嗰啲第一彎咧就唔係話打到咩有效攻擊嘅，佢有嘗試去打啲組合拳啦、跟腳啦，但係紀斯洛啲防守其實做得好好，夾住保護住個頭，基本上啲拳都唔係話好好打得入，紀斯洛都冇咩嘢咁樣。同埋吳正文咧到醒過咧做咗下右手上踭，其實嗰下係打得幾硬嘅，但係咧紀斯洛就好硬淨嘅，食到咧好似冇乜嘢咁樣，即係睇而家。好少打咁企喺個 corner 度，好似同阿助手離場，second 收計咁樣講戰術。係第二回合開始啦，繼續控制翻個距離，斬咗低數，上腳攞翻個距離，喺吳正文搏力啊，或者搏拳啦。拳跟低數，接腿再打，紀斯洛嘅作爭，跳上去相當瀟灑，可以影翻張靚相。壓低數，但係縮後避開咗嘅。嗱，大家都嚟一個低數，左膝，作爭高數。吳正文係好硬淨，一路逼前打。但係紀斯洛係真係好敏捷、好靈活。吳正文都唔係好入到佢，前手樣控制佢係有一個直爭跟腳踢，控制翻好瀟灑。打完即退啊！攞翻出嚟吞。哎呀！呢個逼爭，封住位啊！控制得好好啊，好技術嘅拳手啊！走位一個右低數，吳正文都冇咁必喎。嗱一路啊，紀斯洛嗰個距離感都好好啊。係頂唔到啊！紀斯洛教咩先？右數，有人中數，再 one two， 紀斯洛中數。貼，控制翻佢嚟左數。吳正文一路喺度等啊，但係自己個頭中招添。一個低數。幾準啊！紀斯洛幾下到。睇定嚟食啊！好啦嘛，紀斯洛嘅示意啊，話自己個係啊個腳 pad 啊歪咗，但係而家可以嘅。吳正文慢慢逼埋嚟，前手將控制住個距離，褪到去繩邊上腳保護貼，食咗下左手勾，想飛身但擋到冇事，想還翻骨跟腳，打動作想 sweep 但 sweep 唔到，唔緊要，另一領頭冇事再嚟過，食咗下左勾，揾低數上腳保護控制翻個距離，前勾大家都冇動作分開。第二回合完，好啦，第二回合就打完咗啦。A1 係開始接近翻啲，因為吳正文咧係逼多咗好多，打多咗好多拳啦。但紀斯洛其實啲技術真係好好啊。係啊嘛，第二個回合開始嘅時候咧，一路都係啊紀斯洛嘅表現係比較好啲嘅。咁啊，到第二個回合係臨尾係。吳正文就搶翻好多優勢啦，咁所以就都比較接近嘅呢個回合係一彎係比較接近啊。仲有最後一彎嘅，最後一彎睇下佢哋會有咩戰術改變啦。紀斯洛，我看下陳立立，相當靚仔啊！
助手離場，跟走。好，最後回合開始。假動作，左手上身。哇！啲汗都接晒過嚟我哋呢邊啊！佢哋兩個一打嘅時候，攞貼控制佢，控制得好好。上腳保護好，貼攞好個距離 ，jab 踢。吳正文一埋到去打拳咧，幾時我就包實個頭咧，啲拳基本上都唔好入到啊！一埋到去，如果你出拳啦，一包一個上踭撞埋去。攞腳。哇！幾斯洛一路掌握住個距離啊，咁啱啱打咗個左勾拳都好準啊！吳正文打body呢下中嘅，我係想打入，急爭呢下唔中。假動作低數。雖然逼到佢醒邊咧，但係啲拳唔係好有效，打一下右手係準嘅。嗱，雖然就話吳正文咧就比較主動、比較進取啊，咁但係佢一路嘅搶攻啦，都係攞唔到甜頭啊，咁反而仲要避幾斯洛嘅啲反擊添。咁所以而家到第三個有個形勢都係差唔多啊。右緊右腳踢，打動作，大食咗黑拳，冇事。我唔再踢翻。葉文碧但係個距離唔啱啦，踢唔到出去。最後1分鐘啦。嗱，都見到吳正文係比較主動㗎。挨住喺條繩角度掹佢。其實呢下就唔可以咁做嘅喎，拳證又冇講。接咗佢，但係冇下一輪嘅動作。吳正文比較主動，我都仍然係有幾下1-2係打中咗啊！幾斯洛個頭嘅，咁但係幾斯洛頂得住啊！作爭唔中啊！中上爭。又嚟喺度作爭，右膝，你咪拱開，比賽結束。呢場真係都算係我哋睇過咁多場啊，比較難定勝負嘅一場嚟嘅。幾斯洛啲技術啦，相當好。你一個咧就技術咧就比較亮麗嘅，一個硬淨，一個咧就比較硬淨嘅。係。再打。呢一場比賽，我哋係得到一致嘅裁定嘅，南方城